同时，台语台南部中心6月7日伫咧高雄正式启用。除了制作新闻甲艺文节目以外，也甲这个高雄市的这个图书总馆小剧场改造是摄影棚，会当录节目。上届新的生活节目《上水的花蕊》7月23正式合大家见面。这艺人演员拢登到南部录影，而且因用戏剧的方式来讨论着女性议题。伫南部有一个幸福里。李柳旗吗？伊家己讲吼是红山的蔡依林，伊住伫欢喜社区。专门讨论女性生活议题，公司台语台南部中心上新制作的生活节目《上水的花蕊》，伫咧高雄市图书总馆的协助之下，甲小剧场改建做摄影棚，时行佮摄拍。咱的爱千万年，就是母亲的名字。音乐制作人柯大宝、资深艺人牛友南、骑马王中平、总铺赛歌王陈随意，又佮有健身教练甲营养师，拢欢喜转来南部录影，分享大家新妇斗阵生活、女性健康等等的议题，观众嘛通听到无共腔口。这个节目是我头一个接到讲主持的节目，因为我一般拢会用资本，我袂用主持。资本甲主持差足多。其实我是高雄囡仔，吼。那我自细汉嘛是拢讲台语，但是我伫台北生活已经20几年啊，所以我最近甲阮爸爸妈妈做到开讲的，因为因做到讲台语的，所以我的台语愈来愈认真。公司台语台南部中心6月7日正式启用，会小说几来的音乐戏剧节目，望真侪南台湾影视音产业重要基地。新的节目《上水的花蕊》按算7月23开始，逐礼拜日暗时6点，甲乡亲正式见面。查某人的心内事，就是咱上关心的代志。记者阿敏珍、赖维祖高雄报道。